其實喺小組會局長啦、司長都清晰講咗嘅，現有嘅無人機規管其實咧係先按照而家個現況嘅，即係而家就係分3類啦，即係按照而家現況去規管同埋運作啦。咁同樣喺法律亦都留咗個空間嘅，即係個類別有唔同嘅。嗱呢方面咧，我覺得我會支持政府係有唔同嘅類別，但係我好希望咧，我喺度要清晰表個態，亦都希望民航局同埋司長咧，其實都要去同公眾講清楚，其實對於無人機嘅規管，其實係適當嘅時候，我哋應該要放寬嘅安全嘅，定應該要去有所放寬，令到呢個無人機無論佢個人或者從事個人休閒或者從事佢商業活動上邊，都係能夠更加便捷有利，符合社會發展。當然，我同意嘅。如果真係需要，尤其係一啲商業運作甚至乎一啲特定嘅無人機、特定嘅類別，你哋需要去考牌各方面我哋冇意見嘅。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你要令呢個行業有所發展，而唔係諸多嘅限制咧，令到呢一個無人機嘅佢將來可以產生嘅行業或者各方面市場或甚至乎佢休閒都好，其實佢有好多方面嘅。咁喺呢度咧，我希望即係政府表個態，我哋點樣去？即係做得到應管嘅管，應放嘅就放。咁我好希望咧，因為我哋法律只係限框架嘅啫。咁呢一方面咧，我希望政府清晰表個態，亦都俾公眾一個信心。甚至乎，其實澳門作為一個細嘅地方，好多時可能對一啲新型嘅無人機嘅使用各方面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嘅一個叫試驗場，定係點樣？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方面其實係好希望政府係有政策配套支持，而唔係咧可以好管得好死，而令到佢將來冇發展空間嘅。呢度我要表個態，亦都希望政府回應。多謝主席。政府我哋係持開放嘅態度，積極去推動有關於無人機嘅使用，但係礙於澳門係一個比較細嘅地方啦，所以空域嘅限制咧，亦都比其他地方係多嘅。所以喺咁嘅條件之下咧，我諗我哋盡量喺唔影響飛行安全嘅前提之下咧，我哋盡量去推動。將來我哋嘅補充法規咧，一定會充分考慮各個情況喺安全嘅前提之下，去推動有關嘅無人機嘅活動嘅。多謝主席。嗱，其實咧，我哋睇翻資料咧，即係頭先我哋第三常設委員會主席都講咗啦，我哋其實即係政府2023年佢哋已經係交咗，即係其實到舊年咧就已經交咗咧，6月咧交咗佢哋嘅一個叫做法案俾我哋嘅，因為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其實我哋中間討論咗好長嘅時間。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乜嘢咧？我哋查翻資料咧，其實澳航個25年專營權咧，其實早喺2020年11月就到期，11月9號我冇記錯。咁咧其實咧去到你，因為我哋討論呢個法案，你未交嚟，跟住又要討論，我哋已經延咗3年啦。咁延咗3年，原來都唔夠，去到2023年咧，其實11月9號我哋都未傾完，所以咧又再延多3年。其實而家咧，按照澳航嗰個經營權嘅批給嘅一個寫法咧，就係話到呢個3年入邊延佢嘅專營期3年啦，或者咧到呢個民航活動法頒布生效為止。嗱，咁所以就係而家個意思就係，其實按照當然啦，我哋亦都有睇翻我哋69條入邊嘅一啲條文咧，其實就係只要我哋通過咗法案，咁理論上69條佢自己申請，跟住就可以去攞到呢個牌照啦嚇。呢個就係一個操作。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個法案上邊咧，我哋就係保護咗現有一個我哋居民咧社會咧對佢嘅發展不甚滿意嘅一個專營航空公司嘅一個經營權嘅啫。我哋真正開放天空嘅政策，我哋係俾咗空間，有幾多個牌照，幾時開放，幾時投牌。其實呢度咧喺法案上咧係冇一個清晰嘅時間表，但係正常㗎，因為要政府交代啊嘛，因為我哋冇可能喺法案寫住幾時投牌㗎嘛。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咁政府究竟有啲咩策略咧？嗱，有幾樣嘢㗎，即係我哋翻去之前去睇咧，我哋睇到我哋之前曾經開放過天空嘅，未完成專營權之前咧，主席，我哋就用分專營嘅方式咧，就去處理咗一啲航權嘅，希望多啲公司去經營。咁但係事實上證明咧唔 work， 點解唔 work 咧？就係因為當時原有嘅公司咪攞住最優秀嘅即係最好嘅航權去使用咯，其他公司能夠獲得嘅航權唔係一定係好㗎，咁所以佢哋好難經營。咁如果我哋而家只係調翻轉，我哋儘管行咗呢個即係我哋推動咗呢個新嘅民航活動法嘅2026年，我冇記錯2月1號生效嘅話，咁我哋真係所謂嘅開放天空，其實如果我哋按照而家政府嘅操作咧，我有啲擔心，如果政府唔積極去部署後邊嘅發牌行動嘅時候咧，其實某個程度咪似過去嘅分專營咯。因為我哋俾牌佢嘅時候，局長你都可以介紹下，我都想知道。咁我哋都要俾埋一啲地方佢噶嘛，或者航權佢噶嘛。咁如果將來佢已經攞咗最好嘅航權嘅時候，我哋將來投牌招標嘅時候，我哋有啲咩航權去吸引其他嘅經營者加入去推動我哋呢個即係真正開放天空同埋公平營運、公平透明可預期喺邊度咧？嗱，我用翻特區政府今年即係呢屆政府提出呢把尺，咁所以我好想特區政府又要話翻俾我聽喎，因為主席，我而家睇落去咧就係澳航出年2月1號又繼續攞牌，如果佢申請嘅話，我加埋一句，即係主席寫得好清楚，如果佢要申請，因為我哋加入去啊嘛，咁佢咪要攞牌咯，攞完牌之後咧，咁其實佢咪攞翻現有嗰啲最靚嗰啲牌，叫嗰啲航權咯，係咪先？唔一定係。
咁政府有冇啲咩考慮咧？咁又冇其他人經營，有冇人嘥咗喺度㗎？咁我將來攞啲乜嘢行權出嚟競投？我中間點樣令到後來嘅有機會參與嘅經營者，喂有公平嘅投牌條件或者公平嘅營商機會咧？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喎。否則咧，我搞完呢個咧，我覺得咧，我有份變成參與一個變相分專營，其實之前唔 work 嘅計劃嘅主席。所以我唔希望呢件事，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喺度講清楚，我究竟有啲咩好嘅策略，做到今屆政府強調嘅公平、透明、可預期嘅營商環境。嗱，呢度我好希望聽政府講清楚呢個，尤其係我哋一個商業航空，尤其我哋而家講緊類近澳航呢個專營權嘅開放嘅問題啦。咁呢度咧亦都想聽清楚政府，因為我哋法案第35條第4款第1項咧，亦都講到明啦，直升機營運嘅商業航空嘅業務就唔包喺呢度嘅。我唔係反對，我支持嘅，但係個重點就嚟啦。咁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頭先阿司長都講啦，可能喺我哋僅有嘅航空空域入邊，我哋點樣令到呢一件事都有啲商業市場價值咧？我去鄰近珠海，我都可以坐個直升機上去遊覽10分鐘、8分鐘啦。咁我呢個而家我哋唔係用咁複雜嘅去規管佢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令到呢一啲嘢可以配合到我哋真正開放天空？唔單止開放大嘅天空，仲要開放我哋嘅空域咧。因為司長我知道咧，澳門嘅空域唔大嘅，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用盡佢，用得好佢咧，其實你而家睇翻我哋澳門好多嘅宣傳片，有邊條唔係我哋嘅航拍機拍嘅？有邊條嘅航拍機唔係需要申請到民航局嘅批准先可以拍到咁靚嘅畫面咧？咁呢啲咁靚嘅畫面嘅拍攝，我哋點樣用一啲既安全又便民嘅措施去能夠令到佢拍到咧？嗱，我覺得呢個就係重點啦，唔好因人而異啊！某啲人永遠都申請唔到嘅啊，某一啲機構就永遠都申請到嘅。嗱，呢啲係確實咧，而家係坊間嘅講法。咁我哋點樣去真正做到開放天空咧？我諗特區政府一直都係希望開放天空，一直係抱住呢個態度去做嘅。咁亦都透過今次嘅法案咧，適度引入競爭，喺維持市場穩定嘅前提之下咧，我哋會去改善而家嘅市場環境咧，進一步為民航業咧創造一啲必要嘅空間，借此去滿足廣大市民同埋旅客對提供更優質嘅公共航空服務嘅需求。同時，我哋亦都期望透過各個航空公司嘅適度嘅健康嘅競爭優勢互補咧，為澳門開通更多嘅航線，拓展澳門嘅航空網更好，咁發展澳門成為一中心一平台基地嘅定位。咁首先咧，我哋一直都係貫徹翻我哋開放航空運輸嘅政策嘅。意思係咩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喺中央授權之下咧，我哋可以同唔同嘅國家去簽訂一啲唔同嘅航班協定。喺呢啲航班協定上面咧，我哋作為政府咧係用一個比較開放嘅態度去同各個唔同國家去磋商呢個協議嘅。意思係咩咧？我哋係盡量同對方係傾，係盡量唔會有任何限制。意思係咩咧？對方同我哋自己之間嘅航空公司嘅數量啦、航班量啦，以至係客人數目咧，係用一個開放嘅態度。亦都同時間開放嘅話，唔單止淨係澳門單方面我哋自己呢邊，同時間係容許對方嘅航空公司亦都能夠營運嚟澳門。咁因為航空上面唔會單一方面嘅，咁所以話我諗大家亦都睇到現時嘅情況，譬如話有啲地方嘅航點啦，我哋唔講公司名啦，譬如泰國啊、菲律賓啊等等唔同嘅國家嘅航線，其實唔係單單一間航空公司嘅，係有幾間唔同嘅航空公司嚟嘅，而且除咗本地航空之外咧，亦都有外地嘅航空公司係營運呢啲航線嘅，甚至乎有啲航線係冇本地航空公司係營運嘅，所以亦都有以前提出話佢哋唔飛，但係同一時間好多時航空公司係 base on 建築係咩咧？係市場上邊啦，佢哋是否有足夠穩定嘅客源啦，去決定係一個商業決定是否去開拓一啲航線嘅。咁所以話我哋開放嘅意思係話，我哋唔會淨係保護我哋自己本地航空公司，同時間係希望能夠多元化嘅，除咗自己本地，亦都希望外地能夠飛嚟澳門。咁頭先亦都提及關於喺呢個第35條入邊關於直升機同埋商務航空啦。首先我先講呢個本身呢個咧，我哋一直都係呢個做法係持續嘅。喺原本嘅102004號行政法規入邊咧，本身我哋呢兩個咧亦都係會有一個特別處理嘅。首先講直升機上邊咧，我哋其實直升機咧亦都係開放嘅。意思係咩咧？我哋譬如話直升機去香港啦，去內地啦，我哋同香港同內地自己亦都有相關嘅安排嘅。佢哋譬如直升機只要能夠滿足到相關嘅雙方面嘅要求咧，佢哋係可以自由去營運嘅。譬如話現時我哋澳門有澳門去香港啦，亦都澳門去深圳嘅。同時間，如果譬如內地其他航點嘅，我哋都係安排嘅同內地，就話如果內地嘅口岸願意開或者有直升機場，符合當地邊防、海關等等唔同方方面面嘅條件之下咧，佢哋亦都可以申請航線。咁我哋亦都內地同澳門咧，我哋亦都雙方面可以去批准呢個航線嘅。咁另外一個我哋講下開放我哋開放政策入邊咩？我哋亦都一直都係用個靈活嘅處理方法去措施去批准航班嘅。所以呢一方面咧，可以放心，亦都係其實係有嘅。主要係話睇翻係話市場上邊是否有呢個條件
航空公司絕對係好有興趣去營運呢樣嘢。商務航空其實亦都俾翻少少信息大家啦，我哋一直都係開放，而其實曾經我哋亦都有過呢個商務航空喺澳門嘅，咁亦都係因為市場嘅原因，佢哋亦都有公司亦都決定唔繼續，咁所以但係呢個容許佢哋可以有商務航空呢樣嘢咧，其實澳門係容許嘅，所以呢樣嘢係絕對係開放嘅。另外頭先亦都提到關於無人機拍攝嗰度啦，我哋好想知道其實會唔會真係有個反應話會唔批？其實唔會嘅，我哋所有嘅程序、所有嘅申請全部都擠咗喺我哋網站上邊，所有人都可以按照程序去申請，只要能夠符合到我哋提出嘅要求、安全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有條件嘅，唔影響航空安全、機場嘅營運嘅話，我哋都會盡量去批嘅。所以亦都反之亦然，點解你哋見到有一啲咁靚嘅航拍片段，亦都係因為我哋有批准呢樣嘢嘅。發牌嗰度，因為講緊就係因為而家有後邊嗰個條文噶嘛，即係69條。咁佢就已經會獲得到一個牌照，咁個航權上邊我哋點樣確保後將來你哋都話會開放嘅時候咧，其實係能夠平衡到唔同嘅營運者都有一個合理嘅優質嘅航權，咁我先嚟噶嘛。咁因為我講多一句就係話，即係除咗呢啲鏡頭上面嘅航權之外咧，其實都有業界係外地嘅業界都同我傾過嘅，其實都反映過一啲問題，就係點樣去提升翻我哋機場嘅營運效率，去同其他地區能夠有所競爭嘅，包括費用，包括一啲航點啊、效益啊等等。其實如果呢度做得到嘅話咧，其實亦都係真正能夠推動真正開放先一個重點嘅。咁呢個係我一個意見，但係想聽埋喺發牌上邊點樣去平衡到後來者都係能夠有公平嘅航權。多謝。關於航權方面咧，我哋係譬如現時相對比較簡單，因為澳航只有一間。頭先我亦都提及過關於航班協定入邊咧，我點解我要開放嘅意思係話，亦都讓對方容許我哋多於一間嘅航空公司可以去營運嘅。所以喺大部分我哋簽嘅航班協定咧，亦都已經具備呢個條件㗎啦。所以我哋先講咧，我哋有開放航權呢樣嘢。同時間喺將來呢樣嘢，我哋嘅分配航權咧，我哋亦都係有準備緊一個行政法規去監管去管理呢啲航權嘅分佈嘅。咁亦都頭先提及過話點樣去比較去合理啦、平衡所有嘢，呢個將會係我哋呢個法規入邊嘅其中一個重點嘅工作。咁呢個航權上面嘅，將來我哋有競投有新嘅航空公司嗰時，我哋呢一個相關嘅嗰個規章同時間就會出台嘅。我覺得咧第69條咧就係一個好現實嘅一個操作，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呢個法案，因為原有嘅專營期又已經不斷咁續期啦，咁我而家現有法案通過咗之後，我作為一個即又唔係臨時喎，其實就係一個直接批給或者叫續牌，我唔識形容，我哋應該理論上呢個重新即專營權結束咗之後，我哋開放咗天空之後，理論上我哋應該係一個重新嘅頭牌嚟嘅。咁而家咧，我哋就用咗呢一條。我明白呢個係現實嘅決定，不過咧，我亦都好坦誠咧，我對呢個條款咧係第69條咧係有保留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咁即係變相咧，我就已經可能俾咗個牌現有呢間公司。咁我亦都好想問啦，因為咧其實你哋就要佢交業務計劃啊，或者都會有所要求咧，就係包括第二款咧，其實要求佢去補交一啲各方面嘅最低。補足一啲各方面嘅最低要求啦。咁我想問啊，政府有啲咩辦法可以至少喺呢一段時間你發翻俾佢嘅時候，能夠令佢唔好再出現咁多市民嘅投訴咧？例如呢個咧取消嘅航班唔會事先提醒啦，取消嘅航班咧保險亦都唔賠嘅，個損失就係個市民上邊嘅。而家今日呢間航空公司佢喺澳門坊間嗰個口碑確實真係非常之唔好。咁你有啲咩嘅？你而家要求佢交計劃，你俾個牌佢之前，你有啲咩能夠要求到佢係改善佢現有嘅服務咧？你又推動唔到一個市場競爭。頭先其實好坦白，我都漏咗問一個問題，就係時間上究竟幾時真係最遲可以去進行公開競投？初步會諗發幾多個牌照？雖然我知道你哋要維持市場穩定等等，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問題公眾都非常之關注。呢度有冇一個清晰嘅回應咧？咁另外主席，我要求將第69條獨立表決。多謝主席。為咗確保新嘅業務牌照制度實施，我哋澳門嘅航空運輸業務能夠順利過渡，所以我哋有呢個過渡性嘅規定。有關於現時營運嘅公司澳門航空啦，咁如果佢有意繼續經營，當然佢喺相關嘅規定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提出申請。咁我諗我哋係關注澳門航空佢嘅運作嘅問題，咁亦都喺透過我哋政府嘅代表咧參與有關嘅工作，去積極推動一系列嘅改善嘅措施。我諗我哋亦都高度關注有關航空公司嘅一啲營運嘅情況。本人咧係就頭先民航活動法案嘅大部分條文咧係投下咗贊成票㗎。咁除咗69條過渡期變相咧係即係對現有嘅專營公司一個直接
直接發牌嘅一個條文咧，本人係投下咗反對票。我要表達一樣嘢就係話，我肯定呢個法案咧係為我哋咧成個嘅澳門嘅開放天空咧係奠定咗一個根本性嘅基礎嘅。咁確實佢哋現在咧係已經開放咗貨運啦，我哋嘅郵件啦，亦都係完全開放咗我哋嘅商務嘅航空啦，直升機嘅一個營運啊等等。咁其實咧連我哋嘅普通嘅商務航空咧，或者我哋一般見講嘅航空公司，其實亦都已經開放咗啦。咁但係咧，遲遲咧，我哋都未見到政府一個清晰嘅時間表俾到公眾，去知道我哋幾時真係完全開放。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比較失望嘅，因為睇翻資料啦，其實原有嘅一個澳航嘅一個25年嘅專營權啦，其實咧佢已經早喺2020年11月屆滿，本身當時我哋就已經係一個開放天空嘅最佳時機。咁但係其實而家拖沓咗5、6年啦，我哋似乎咧仲未有一個清晰嘅時間表，我哋幾時開放天空？呢個咧係我比較遺憾嘅一件事。咁但係咧，我希望頭先政府都表咗個態嘅，你哋開放天空嘅方向係唔會變嘅。咁我好希望咧，政府盡快去按照呢個法律嘅生效，第一做好晒所有嘅配套法規，第二盡快去落實我哋嘅一個招標規章，真正開放天空，同埋按照頭先嘅承諾，真正公平咁樣咧，去令到我哋航權係有效公平分配，做到今屆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公平、透明、可預期嘅營商環境，同埋開放天空嘅環境。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其實另一個市民最關注咧，都會係可能一個航拍機嘅活動，因為呢個係一個新嘅事物，近年都係大家好多去使用，無論係個人嘅休閒娛樂，還是係一啲商業嘅使用。咁頭先局長都講到啦，其實你哋都係會秉持一個只要符合安全都會去批嘅呢個角度。我希望呢個咧係能夠落實到喺今後所有嘅審批同埋方向。其實咧我諗亦都要同公眾多去溝通，去了解點樣去能夠確保安全，同埋亦都係能夠更好使用空域。因為咧其實空域澳門係有限嘅，但係其實能夠用好澳門空域咧，其實我哋嘅空間嘅想像係無限嘅。我哋一定要用好呢個空域咧，為我哋澳門無論係航空業嘅發展，無論係我哋無人機嘅發展，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多空間未用盡。咁呢個就係我哋感覺到嘅現實狀況。但我希望通過今個法律嘅生效之後，政府未來係能夠俾我哋新嘅想像。咁喺呢度咧，我都好明確強調啦，我哋呢度無人機嘅只係一個法律嘅框架條文。我希望政府今後無論任何嘅修改，都應該係一個合理適宜嘅，同埋盡量可開放、盡開放嘅方式去規管無人機，令到無人機能夠得到真正嘅發展。多謝。